有了借问站的推荐，让这趟西湖之旅更好玩有趣。但这次来到西湖，我要去拜访我的一位朋友，他那里有我吃过最好吃的面包哦。啊，民叔，当叫无见到的啊。好，伊来请2个面包诶。哦，好啊，系啊。家今日有出炉吗？啊，有啊，根本有出炉。真挺好，太好了！我们要来你生涯简单好食嘅面包。好，冇问题，系啊。等下我用嘅木头来烤面包。小姐，小姐。OK，冇错。来，我来听什么？好，唔是，我即刻来做好。这里其实也是一间社区大学，让乡里的人有一技之长，可以做出简单好食嘅面包，也能够找到生活里的成就感。可以出油诶，收得嚟，好，那出油帮你看。好，等唔晒咧。哦，害羞哦。这位小心啊。好。本中120重条面啊！重条面嘿。哇！然后是烤红椒头。哇，好香哦！哇，那个面包很香哦。这第一张黑马该条面啊。呀，第一张系椰香马奇朵。椰香诶，哇！这个是 cheese 吗？你咋系 cheese？来自高山 cheese 好险，今天正好有在配面包。这里的面包可不是天天出炉的哦，想来的人可要先打电话来问问，免得扑空喽。试试看啊！好。来试看看嘞。哦，巧克力含住在有像薄薄的一层一层的呢。然后全部没手工做的。很幸福的味道，而且呢，吃起来都有弹性，充点係其他它家撕开嘅一层一层的面包。对，一层一层手工下去擀做。那真嘅係简单又好食嘅面包。要简单又好食。然后要吃吃看这个，我喜欢吃抹茶的。这个是抹茶的，抹茶是日本的抹茶，会叫凤天。Hello， 鳳體味老厲害。針對，超級針對，真嘅係又簡單又好食嘅面包。简单好食嘅面包，让我一口接着一口。最令人流连忘返的，往往是朴实自然的味道。